茶为小马走。啊，无伫个境界嘛。哦，还是我本人是有看嘛。我来问一下，我可能会甲问一下。好，继续拍号码哦，那是有看什么？为什么我有时唱出这条歌？为什么你一时爱听这首歌？何必问阮的靠安怎？总是靠在心情较开花，阮人生的路途。谢谢咱的名称大哥，谢谢监制，晚上好，大家整个了解发起的好朋友秀婷姐，这是姐。为什么我有时一来唱为花？为什么伊一时讨厌唱为花？何必问阮的去安怎？总是去在心情较开花，阮人生的路途，依然谢谢董爸爸、董妈妈，感谢名字哥，谢谢咱的青发大哥哦，谢谢安宇翔、玉宝姐，谢谢，还有咱建荣哥、任大哥，感恩哦，谢谢咱的名字哥、淑金姐，谢谢。为什么我有时这种的生活？为什么伊一时这种的生活？何必问阮在唱安怎？总是唱在心情较